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大家姐，今日要同大家講下郭晉安同歐善儀，佢哋18年嘅婚姻完咗之後，女方轉身比閃電仲快，冇錯，就係46歲嘅歐善儀 Cindy，前氏弟嫂郭晉安嘅前妻，佢哋2006年結婚，生咗仔女，表面上好幸福，點知2024年啪一聲畫上句號。當時大家都咁講，18年婚姻話斬就斬。好啦，離婚呢家嘢唔係外人講得晒原因，我哋都唔會亂踩。但係之後發生嘅事真係不得不講下。離婚冇幾耐，Cindy 已經不停喺網上唱佢老公，又話佢老公見死不救。佢老公多年嚟供書教學，令佢冇經濟壓力，就一啲都冇講。另一方面，佢又話自己又係交友 app 識下人，最近 Cindy 就俾人影到同新男士親密約會、拖手，仲有處嘴。呢位新男士仲傳係身家上億。聽到呢度，我已經知道娛樂圈有多一場真愛同錢包嘅辯論大會。之後 Cindy 出嚟嘅活動，記者問佢係咪豪門戀，佢大方澄清冇啊，佢唔係上億富豪嚟㗎，不過人哋性格好啊，然後用7隻字形容真係性格好好啊。一講完，全香港娛樂記者齊齊舉頭。嗱，呢句性格好好就係重點。你咁樣講好難唔令人聯想緊，咁即係前夫嘅性格唔好。成件事最爆就係網民分咗3派，一派話 Cindy 咁快拍拖好大膽，值得支持。第二派話哇，離婚冇耐就有新戀情，仲話佢唔識珍惜郭晉安。第三派最激，直接留言有冇搞錯啊？郭晉安陪你18年，唔賭唔嫖，守得你孩子都長大，結果變成備胎。不過有時啲火係自己點起嘅。老實講，郭晉安喺圈中係出名好老公代表，冇花邊冇緋聞，成日講家庭第一。以前做頒獎禮上台領視帝，第一多謝就係太太。有人話佢太悶，但係對一個家庭嚟講，悶其實就係安穩。你話 Cindy 啱啱入行嗰陣青春活潑，之後嫁人生仔，退出幕前，當時外界都話佢好幸福啊，有個穩陣好老公。點知10幾年後，個幸福包裝紙撕開，入邊竟然係一句我想做返自己。我諗呢句做返自己喺好多婚姻破裂入邊出現過，幾乎係經典台詞。講真，好多女士結婚後會覺得犧牲咗事業、自我、夢想，之後開始覺得老公唔再吸引。但係問題係，當年你中意佢就係因為佢穩定、安全、唔花心。而家話佢悶、冇火花，其實係你自己變咗。郭晉安呢種男人係中女殺手，中年後越睇越穩重，唔打機唔夜蒲，屋企有米有責任感。香港仲有幾多個咁？結果 Cindy 竟然放棄咗，轉去新戀情。網民話佢識食唔識睇，我都想加句，佢可能以前覺得安定係幸福，而家覺得刺激先有生命感。但係婚姻唔係去坐過山車，係要坐長程機，偶爾氣流，但係最緊要返到終點。再講返佢個新男朋友，佢話對方唔係上億富豪，只係性格好。但係老實講，呢種澄清越講越火上加油，因為娛樂界聽慣嗰句唔講錢講感覺，最後十居其九都係錢多啲嘅感覺。仲要加上佢講嗰句性格好好，啱啱好撞中郭晉安多年好好先生嘅名頭。網民自然話咁樣唔係踩，點解釋？我覺得 Cindy 唔係壞人，只係活得太想證明自己。佢可能覺得當年做安仔背後個女人太耐，依家要甩標籤，話俾世人聽，我唔知係邊個老婆，我係歐善儀。但問題係證明自己唔需要靠快閃戀情，尤其當你啱啱離婚1年都未夠，新感情太快，就變成俾人覺得你冇消化晒上段婚姻。一個人離婚之後，應該俾自己少少時間沉澱。你知啦，感情如酒，舊酒唔吐，新酒唔入。如果舊愛未放低，就急急腳飲新酒，最後只會醉得更快。但 Cindy 呢次係開香檳模式，笑容甜過蜜糖，仲話性格好好。呢啲動作喺公關層面真係危險，因為娛樂圈記者全部係讀解碼博士。而家啲網民好醒，唔止食花生，仲鍾意心理分析。有網民留言，Cindy 以前同郭晉安結婚嘅時候，好似阿妹咁俾人保護，而家可能想揾一個可以俾佢安全感，但又唔要束縛嘅男人。講得好貼切，但現實係冇人可以100分滿足你既想自由又要穩定。其實最鍾意講就係反差，從好老婆變成被大眾討厭。就算你冇錯，個劇本都好似獨立寫好。娛樂圈最冇得辯論嘅就係印象管理，你一講多啲，大家反而多誤會。我呢度要拋個問題俾大家，咩叫唔識欣賞？唔係因為對方真係唔好，
而係你見慣咗好就覺得冇乜特別。郭晉安咁多年如一日，唔花唔到，但呢種穩定慢慢變咗理所當然。當理所當然太多，就會有人想搞啲不平凡。Cindy 離婚之後迅速有新戀情，就係典型例子，唔知係真心定係補償心理。我啲觀眾一定明呢啲情況，好多普通人都經歷過。拍拖拍耐一樣會有厭倦期，問題唔係個人錯，而係轉變時冇溝通好。我唔敢講佢哋冇試過補救，但引爆點一定唔係一朝一夕。而家 Cindy 選擇行另一條路，就睇佢能唔能夠頂得順網民嘅火力。最後我想講，婚姻唔係誰對誰錯，而係有冇珍惜。郭晉安係傳統好老公，但傳統性格往往被時代女生視為冇火花。Cindy 想要新火花，結果就走咗，啱唔啱？時間會講。但係對觀眾嚟講，呢段故事係一次社會寫照。有時好唔一定夠，有啲人鍾意刺激多過安穩。所以如果你身邊有個真心對你唔花唔怕嘅人，唔好以為可以隨時揾到第二個，唔係每個性格好好都真係對你好。Cindy 可能會明白，越簡單嘅幸福越罕有，只希望佢新戀情唔係快閃火花，而係真係識得欣賞人。到時我哋又有料講。好啦，我係大家姐，呢段就熱辣辣同大家分析咗歐善儀放棄好老公，三思未必後行。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講下你哋點睇啦。下條片再擺啲更勁料俾你睇。